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时间已经到，请咱同心来敬拜，请奏乐。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学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请咱三甲来吟圣诗第306首，圣诗306首，我的心立着俄罗斯。请起立吟全首。我的心里掉了主，掉了主眼光线呀，我的心里唔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我主。我的心里掉了主，我主，我的心里掉了主，我的心里掉了主，掉了主眼光闪呀，我的心里唔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我主，我的心里掉了主，我主，我的心里掉了主，我的心里掉了主。因主眼光闪呀，我的心里唔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我主，我的心里掉了主，我主。我的心里掉了主。请咱大家有缘徛伫，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杯，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边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来，请坐。下面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17篇，启应文17篇，详细也是诗篇65篇。我来启大家来引。上帝啊，人着伫锡安来称赞你。我着对你写所希愿。听人祈祷的主啊，全人类拢要就你。罪压倒我。毋过我的过失，你拢要赦免。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踮伫你殿院，即款人真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主，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你灌溉土地，落雨灌压，互土地真肥。上帝河水满满。你安尼准备土地，供给五国。你灌压田园，收平土地。落野的雨水，嫩嫩。你赐予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你经过路有油在地，连旷野的草木拢有油在地。草木用羊群做衫穿。因拢欢喜出声吟诗，以上。将来同心压头来祈祷。主边听人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创造宇宙万物，搁照你的上来创造阮人类，互阮通享受你所创造的。总是阮人无顺服，拄着刺，互私欲所灭害，就有缘犯罪堕落。你为了要拯救阮世间的人，就定着伫创世以前来竞选阮。通过你所差派独生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降伫世间。你是上帝羊羔，替阮钉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来洗清阮所犯的罪，来赦免阮的辜负。佮对世人中各我就天，互见若信靠伊的人，通称做义，有永远的活命。相时你也应允阮，人若踮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但拢变成新的，通甲你国和，也将即个劝人甲你国和的积分赏赐阮。你的疼极大，你的恩典满满，阮深深感谢学罗你。总是阮有罪恶的本性，在日常的生活中受到约束，就会做歹，有做过失。阮伫遮要诚心悔改认罪，求主你赦免阮、怜悯阮，通过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搁一遍来洗清阮的罪，互阮伫基督的内面成做礼仪。求你圣神来帮助阮，伫生活中通遵照你所启示的真理，真诚得到完全。亲爱的主耶稣啊，你是世间的光，对你的人无行伫暗。反倒要有活命的光，恳求你日日引带阮行伫你光的内面，学习顺服，使世人来跟对你、服侍你，遵探你所交付阮的命令，四位来传福音，为主见证，荣光你的名。今仔日是圣的主日，阮伫遮要领受你对顶面来赏赐阮的真理，因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永远袂改变的真理。
你讲互人活的就是神，肉体无利益。你所甲阮讲的话就是神，就是活命。你的话会改变阮的性命，互阮过圣洁得胜的生活。即时，阮会为着所敬听的外牧师来祈祷，求主圣神来充满伊，使伊有智慧，互伊今仔所传讲的信息来刺激阮逐人，也互阮定根伫基督内面，坚固阮的信心，互阮大家会当同心合一，复兴阮的教会。阮也为着今仔日要来召开和会，来竞选后届中级。求主使阮逐人有智慧，通选出合理心意的种子，服侍你甲阮的教会。圣神来引带阮，互阮今仔日规个程序会当顺序来完成。阮中间也有找做出外的，有伫军中，也有破病倒伫床里。求主来看顾因、扶持因、会医治因，保守阮所有兄弟身躯来勇行，灵命丰盛。也使阮逐人平安，愿一切尊贵、权能甲荣光拢归乎你。原来的祈祷上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咱来看圣经，今仔日要读的是《路加福音》第2章39节到52节，和合本的圣经79页，汉语本的圣经66页。这是我的强读。因照主的律法，行逐项代志，明白，倒去加利利到本城拿撒勒。婴仔渐渐大，日日勇壮，智慧充满。上帝的恩典甲伊伫咧。逐年搬过节时，伊的父母去耶路撒冷。到伊12岁的时，照节期的日，拢就耶路撒冷。这期已经明白，因倒去的时，婴仔耶稣也伫耶路撒冷，伊的父母毋知，拍算伊伫同行的人中间，行7日的路站，才伫亲情甲300个人耶路撒冷来找伊。3日后，找到伊伫殿内，坐伫遐的先生的中间。也咧听，也咧问，听伊的人拢奇怪伊的聪明甲伊的应答。父母看见伊就戆影，伊的老母对伊讲：“囝，你啥事安尼款待阮？你看你的爸甲我伤心咧找你。”伊甲因讲：“啥事找我？兼毋知我应该伫我的爸的厝吗？”因未晓得。伊所甲因讲的话，耶稣就带因落去，到拿撒勒来成全因。伊的老母将这的话拢记伫心里。耶稣的智慧甲年岁，若加天，上帝甲人若听伊。阿门。下面学老咱要来请圣歌队，伊今日要吟诗的题目是我知一切计划。
多谢圣歌队的献诗，愿荣光归乎天父上帝。下面咱要请牧师来正道，伊今仔日要分享的题目，智慧甲善良，来请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所有人做伙伫地。一开始我要特别感谢，我要感谢愿意互小会提名列伫咱拄则检测咱侪人拄则所列的即个候选人名单内底，互阮会当提名，互你诚做长老甲执事。咱来知影，伫教会内底的选举甲社会选举完全无共款。社会选举检测爱透过买票，爱透过广告，爱透过逐项的代志来彰显伊本身。总是伫教会选举无共款的是，教会选举就亲像灵修学家卢云伊所写的迄本册讲。教会选举就是向下的移动，向下的移动。换一句话来讲，受选诚做长老、执事、牧师，是一种为主甘愿、诚做正人奴仆的过程，是真正诚做奴仆。所以，我要感谢列伫这个选票内底的所有的候选人，我要感谢恁愿意接受阮的提名，同时也愿意接受众兄弟姊妹的托付，透过一遍一遍的服侍、开会，求上帝特别见证伊的大权能伫咱中间。这是这款的选举无共款的所在。因为安尼，我要邀请咱大家，实际上咱的和会对咱投票的时就开始。对咱投票的时，咱就用祈祷的心，毋望咱所选选的每一个候选人，因会当尽心尽力伫主的教会内底，常时支持伊所做的决定，帮助伊、扶持伊，常时若做无够的所在。毋免客气，一定爱讲出来。透过安尼来，互咱的教会诚做上帝意爱的教会。因为安尼，我要先感谢，也求上帝帮助，互咱今仔所做合伊心意。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人就是罪性的人，因为安尼。阮所设计、所想的，拢有缺陷。总是阮求上帝帮助，互阮所透过这个形式来形成伫教会内底你所重用的奴仆。求上帝帮助扶持，甲阮做伙伫地，互阮今仔所讲、所行、所做，拢合你心意。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差不多每一个社群、习俗、文化内底，拢有成年礼这项代志。台湾也有，伫台南传统是农历的7月7号做16岁。这个习俗开始是伫清朝。伫一本《南台湾民俗》这本册内底有写着，因为西区有5条小港，住伫各港5大县劳动者，各占一港，因诚做沿港化、逐进出口的商行，用搬货运来做生活。所以简单来讲，古早的台南西区的所在有五条港，5条港口内底拢有遮的无共款姓无共款的人，就住伫遐。然后因的工课，就是伫港口内底来
做工搬货运。伫古早时代，伫遮个做工人的家庭内底，遮个囡仔真早就做工，所以做16岁这个礼俗，其实是表达一个囡仔已经大汉成年，对大了后，因做的工无过是囡仔工。所谓囡仔工的意思，就是因带咱领囡仔钱啦。所以做16岁了后，因对大了后，就领成年一个大汉了后的钱。伫原住民台雅，因是用赤字刺青，这我去研究赤字台语叫做赤字。因用赤字来做一个少年人成年的礼数。伫少年的时，真细汉的时，台雅古早的台雅是伫迄个下头这个所在来赤字，赤一点仔尔。然后因什么时阵才有够资格，会当伫因的面皮甲因的下骸来赤字，查甫的伊爱经过出草、熟识、拍着山猪；查某的女性爱会晓织布甲刺绣，才会当准伫因的两边甲下骸来赤字。美兰族的男性对11岁开始连续6冬。每一冬爱固定带去到一个叫做青少年的会所去接受训练，经过这个训练，才会通有够格，互卑南族的族民看作是大汉成年。现代台湾社会呢，台湾过去真久的一段时间，这边就亲像台湾的男性。就是台湾的查甫人做伙一体的成年礼，总是对这个兵役的期间哪来哪少，这款的味就哪来哪少。伫顶礼拜讲道以后，我真烦恼大家会误解，掠做约瑟甲玛利亚是律法主义者，其实毋是，咱爱知。以色列人为着拄出世的婴仔行割礼，是照上帝过去吩咐亚伯拉罕伊所讲的话。创世记17章第1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做伙来读来。这是要做我甲恁所立的约的记号。换一句话来讲，割礼是过去上帝百姓做伫肉体顶头甲上帝立约的记号。就亲像今仔日，咱伫教会内底为着遮个婴仔行洗礼，虽然无亲像过去做伫肉体顶头，总是咱相信这样代志，这是透过父母、证人甲圣神的见证，要带这个囡仔甲上帝立约的这个过程。这是一个仪式，总是也是一个祝福。这就是路加咧对咱讲的，主耶稣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伊大汉伫一个敬虔、遵守上帝律法的家庭，因为安尼家庭的生活、圣殿甲会堂就成做伊受教育甲成长的所在，所以割礼，迄个婴仔出世8天受割礼。就表示伊生命的第一个阶段，伫圣殿内底受献上归伫上帝。然后到今仔日，照今仔日圣经经节的描述，路加福音第2章41节到4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当年搬过节的时，伊的父母去耶路撒冷，到伊12岁时。照节期的例，拢上耶路撒冷。伫以色列的社会内底，并无要求
遐个囡仔遵守上帝的诫命，总是因会受鼓励，因爱去背上帝的诫命，以及记遵守这诫命。直到查某囡仔到13岁，查某囡仔到12岁，对迄天开始，因就行上帝诫命的义务。换一句话来讲，犹太人若过这个年过岁，因就被称作诫命的囝，就是诫命的查某囝。伫耶稣的时代，并无亲像现代犹太人会举行真大型成人礼的仪式甲 party。现代犹太人会做这样代志，总是伫耶稣的时代，因会安尼看，对迄日开始，因互人看做已经成年，会当主持宗教事务，会当甲人签合约，会当伫宗教的法庭顶头做见证，上时佫会当结婚。伫近代犹太人社群内底，一个查某囡仔伫成人礼了后的第一个安息日，伊会互人安排伫会堂内底来读迄礼拜托拉的经节。传统伊第一句徛起哩，伊第一句爱安尼讲：今仔日我已经是一个查甫人，刷落去才开始读。当伊读了，伊的老爸爱为伊祈祷祝福。感谢上帝提掉伊为囡仔所担的责任，当囡仔已经大汉，爱为家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总是主耶稣的成年的礼数，其实路加是用咱今仔所读的这个故事来表达、来记录。路加福音第2章第43节到45节是安尼讲，咱会当来读看觅啊。这期已经明白，因倒去的时，囡仔耶稣要带伫耶路撒冷，伊的爸母毋知，拍算伊伫当行的人中间，行一日的路站，才伫亲戚甲三捌的人的中间找伊，找无着，就倒转去耶路撒冷找伊。因上到耶路撒冷圣殿。搬过这是纪念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节期，迄个节期有7日。当时耶路撒冷那节期的是约略带8万人，然后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宗教中心甲圣殿的基地所在。当时的人若要出远途，为着要避免这个强盗，所以因会甲厝边好友，甚至是做生意的人，做伙结伴，做伙同行，互相保护。所以，因为主耶稣有小弟甲小妹，所以约瑟甲玛利亚应该是顾这的小弟甲小妹，特别关心伊，因为耶稣这时已经接近成年，因的心内一定想讲。伊甲伊的同伴做伙佚佗，所以有人算过，行一日，咱知影咱行一日会当行偌远。有人要对耶路撒冷行到拿撒勒，行到因所住的所在，差不多行一日会当行20英里。换一句话来讲，因为爱行3天，才会当行到因所住的所在。行一日。了后，因行一日了后，才发现，耶稣拢无伫诶，拢无，所以沿路就找转去耶路撒冷。路加福音第2章46节到47节，刷落去安尼讲，帮我翻下一页，谢谢。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第3日后，找到伊伫殿里，坐伫遐的先生的中间，也在听，也在问。听伊的人拢奇怪伊的长名，甲伊的应答。这时的耶稣已经互人奇怪，因为12岁，
咱通想象咱12岁的款，咱通想象咱12个款，12岁，伊无找伊的爸母，伊无烦恼，无食物。有人讲，应该是当时这期的中间有人提供，伊是坐伫遮的先生下中，一面听，一面问。有人认为，伫犹太人重要的节期内底，当时有寡要紧的犹太律比会伫圣殿开课。总是伫这个过程，咱看到、读到耶稣伫圣殿内底所做的代志，咧对咱讲这项代志，伫希腊文化甲希伯来文化的影响内底，问到问题。就是问一个真好的问题，以及专心听见这两项代志，拢真要紧，是上款要紧的代志。亲爱兄弟姊妹，我认为检测这也是西方的教育甲东方的教育上大的差别。我对细汉就互人教讲，囡仔人有耳无喙。囡仔人有耳无喙的意思，咱知啥物意思？囡仔人有耳无喙的意思是讲，囡仔只有听，无问话甲讲话的权利。你竟会当乖乖听尔，啊，互你应气应答，较会使。囡仔人有耳无喙，就是安尼。总是即款的文化甲教示，会互人原本的好奇心。甲问题拢无去，伫生活顶头，伫工课顶头，伫信用顶头，拢是安尼。我会记过去我伫大学生的营会内底实验班，一个开始我就甲小组的成员安尼讲，我讲读圣经若无问题，毋是雕工无看，无就是无认真。读圣经有问题，真自然啊。总是有问题，爱安怎？爱学习问出来。咱爱问出来。当咱咧追求迄个答案的时阵，圣神自然而然要互咱听见。所以听甲问是一个要紧的过程，更较影响人受教育甲学习的历程。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圣殿中的耶稣。互人感觉上奇怪的所在。路加福音第2章48到49节，刷落去，这个经文还有真特别的所在。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爸母看见就戆眼，伊的老母对伊讲：“囝，你啥事安尼款待阮？你看，你的爸甲我伤心找你。”伊来因讲，啥事找我？敢毋知我应该伫我的爸的厝嘛？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主耶稣伫福音书内底第一遍开嘴讲话。伫伊进前，咱拢无听到主耶稣讲话，伫这个所在第一遍读到，总是主耶稣的这个应答。互人真意外，因为孝敬父母这条诫命，做一个诫命的囝的伊本身应该真清楚。所以上，连使徒保罗也安尼交代吩咐初代教会的信徒讲，以弗所书第6章第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要尊敬你的父母，这是头一条有甘应允的诫。要互你行通长岁寿伫世间，那安尼就真奇怪。主耶稣的这句话真明显就违背这条诫命。主耶稣的，所以主耶稣真明显违背这条诫命。那安尼，主耶稣的回答
就变了真要紧，甚至上有可能是这个记载、这个记录，互人记载落来主要的原因。因为这应该是主耶稣第一遍家己发现这项代志，发现家己所受的呼召。伊所受的呼召，比伊留伫这个家、留伫拿撒勒做目像，留伫这个家庭做大囝，搁较大，搁较快。因为安尼，这个应话的事件，就成做主耶稣的成年的礼。当然，这样代志也引起伊甲伊厝内底的人互相中间的紧张。因为玛利亚安尼讲：“囝，你啥事安尼款待阮？”耶稣安尼应：“啊，啥事找我？”我相信这伫侪侪家庭内底，拢会安尼拄着即款的对话。囝啊，你呾伫遮啊，搁咧伫遮咧啰嗦。啊，恁囝在甲你讲。啊！你讲我做啥物代志？当咱听到这个话，检采咱嘛毋免上过头紧张，因为这就是主耶稣伊父母所讲的宣言。伊要讲：我已经成年、大汉、独立。第二项。这个应话，当主耶稣讲：“恁敢毋知我应该伫我的爸的家吗？”这句话原文有一个真特别的翻译，因为这个家，我的爸的家有几种解读方式，因为会当翻译做我的爸的家、我的爸的百姓、我的爸的代志。了解吼，所以唔知影要怎翻译，所以咱读着学本有另外一个翻译。所以上时，这也是主耶稣的宣告，伊日后所要行的代志，确实就是转来到耶路撒冷圣殿，要赶走遐个生理人、假冒为善的人，要赶走遐个假敬虔的人。既然这是我的爸家、我的爸的百姓、我的爸的代志，他会当互这个人占条条。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检采也是咱透过这2天中集的选举所要表达的代志。咱毋是选这个人了就无代志哦，咱选这个人了，咱来为伊祈祷。咱毋望因会当互上帝教会、堂教会，就成做上帝家，互上帝百姓得到养饲甲扶持，去掉遐假冒为善、假的敬虔。当咱认同者，将堂教会拢当作是天父家、我的家，那安尼。咱就通同心合意，互这个所在，互堂教会得到洁净甲祝福，真正将这所发生的代志，就当作家己的代志。路加福音第2章50节到51节，上尾圣经安尼对咱讲，咱做伙来读看卖啊。因未晓得，因伊所甲因讲的话，耶稣就甲因落去，到拿撒勒来承顺因。伊老母将这个话拢记伫心里。初来教会信徒认为，这项记事，若毋是玛利亚伊记伫心内，无人会当讲出来。所以这项代志，真有可能就是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所讲的。伫古早，一个伟大人物的传记，
拢会提起伊对细汉就真优秀，看到鱼逆河来顶头去，就立志向上。更较神奇的，就会提起伊细汉就出身不凡，会当行新遮技术，拍刀歹人，拯救弱小。事实上，主耶稣典外的传记，就亲像2006年有一出电影，叫做《少年弥赛亚》，其实就是描述少年的耶稣所做逐项神奇的代志。总是这个并无记录伫圣经正典内底，这也咧对咱讲一项代志。多谢肉身的主，就亲像咱同款，无需要神迹技术来证明伊家己。虽然人会亲像约瑟甲玛利亚同款，会对伊即时的表现袂晓得，或是戆哑，或是奇怪，总是主耶稣心内明白，上帝时也未到，伊需要诚顺、顺服、承认家己的款式，了解家己的处境，来渐渐大汉。因为安尼，伊诚顺父母，转到拿撒勒。路加福音第2章52节，安尼讲，做伙读这段经节来。耶稣的智慧甲智慧，哪加天上帝甲人，哪听伊。我大已经经过证实，中华民国的民法规定，20岁以上人才叫做成年。实际上，即摆拄咧研究18岁。成年是代表什么意思？爱负法律上一切的责任甲义务，总是就是法律规定，就是经过成年礼，总是相信大家拢知，一个人是毋是有成年，一个人什么时阵才算做会大汉？我相信咱拢知影。大家人拢无啥共款。我最近去到国中去教得胜者，特别是国一的学生，拄会当显出这点。因为有的国一的学生看起来跟他囡仔，总是伊的心智，你听伊讲话就知，伊的心智真清晰啊。总是有的人已经大了，跟他真大人款。你甲伊讲话，你就知影，伊跟仔囡仔。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真正的成年，都爱亲像圣经所对咱讲的，路加描述的耶稣，因为和合本是翻译做新娘新娘，总是事实上原文其实是较接近年岁。换一句话来讲，主耶稣伫这个世间过一摆的生日，伊的智慧佮甲伊的年纪做伙相同，做伙成长。其实这是一件真无简单的代志，因为伫圣经内底所讲的智慧，就亲像真言咧对咱讲的，敬畏上帝才是智慧的开始。因为安尼。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会用同款的态度去面对家己甲身躯边发生的代志，甲这个人。所以，这人无需要讲什么话，做什么代志来证明我已经大汉，因为人甲上帝看到伊，就真自然哪听伊。透过安尼来做伙成长，总是愚公的咱，
真歹亲像主耶稣同款，有咱甲咱年岁匹配的智慧，就亲像咱的教会136年，咱都有同款匹配的智慧吗？就亲像咱中间侪人已经大到已经会当承受法律的责任，总是有当时啊讲话做代志，也会有侪的错误。因为安尼，咱爱亲像雅各，雅各教咱讲，那安尼咱就爱向上帝来求讨。雅各书第1章第5节安尼讲：恁中间若有人欠缺智慧，就对迄个白白互正人，也无欠人的上帝祈求，就要互伊。我相信咱中间包括我同款，咱拢求讨，互上帝赐予咱的智慧，甲咱的年岁通匹配，帮助咱，互咱伫伊内底成年大汉。咱的教会也同款，咱拢知影，咱教会到今年已经136岁，总是咱到活出同款匹配的智慧咧。这确实是咱需要做伙来检讨的。求上帝帮助，甲咱做伙伫地，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阮确实欠缺智慧，阮确实欠缺气力。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互阮真心对你来领受。求上帝帮助阮，互阮通透过你圣神甲阮做伙伫地时，互阮好好来面对阮的教会、阮的生活、阮的家庭、阮的工课，以及这个世界。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真多谢牧师的正道。那下面咱继续来吟圣诗561首，圣诗561首，赐阮智慧甲气力。请咱大家起立吟全首。赐阮智慧甲气力，无论当日有啥做旧，参阮克服甲遐优秀。赐阮智慧甲气力，赐阮智慧甲气力。时刻亲那拥护真理，关心人有照顾慈悲，赐阮智慧甲气力，赐阮智慧甲气力，伫阮所点时代情景。付出听通关心同情，赐阮智慧甲气力，赐阮智慧甲气力，大项所行无论大小，甲阮同在正阮所做。赐阮智慧甲气力。请坐，下面咱来奉献，请唐毅执事甲姚总执事来施献。
唯有请起立念奉献的诗。谢谢。下面我来报告，大声，请咱读今仔日的金句。我先读一摆，大家对我读两摆。恁中间若有人欠过智慧，就对迄个白白好正人，也无嫌人的上帝来祈求，就会互恁。雅各书第1章第50来请。恁中间若有人欠过智慧，就对迄个白白好正人，也无嫌人的上帝祈求，就要互恁。雅各书第1章第50，恁中间若有人智慧，就对迄个白白好正人，也无嫌人的上帝恳求，就要恁。叫做第1章第50，来，请咱掀开招募。招募的第一面，顶周的字，第几面？顶周的聚会情形，请咱大家来看。后礼拜，这个侍奉的人员，这名单一只，请咱大家来参考。周间的聚会，咱大家有荣幸来参加，吼。主日的聚会情形，甲教育部的课程一只，吼，咱大家来参考。这个教会小组，若有参加小组的兄弟，大家照这个时间来参加小组。下面奉献的情形，请咱大家看，然后电台，请中节来提出见证，吼。第三页来教会小组的代祷事项，请咱大家来看，这公道的拢会当为遮来关心代祷。消息的报告，本主日拄则已经投票拢煞吼，咱念个会员好会阵才来开票。第二项，10月份的10月中集，长老是简胜长老。接事黄世辉甲陈义亨，10月份的中集会，咱是用书面的报告就通好。若有需要议事的，要提出个小会来讨论。到12点，咱要来召开小会，请小会员来出席，念伊来开票。然后当选的长老2位啦，咱邀请来参加，念伊列席伫阮的小会。后主日10月70是敬老节，甲少年团契事工，少年的事工的纪念主日，为了咱教会少年来关心代祷，甲成立中会少年部的事工来奉献。咱这真感谢主，遮侪吼来较年岁较长的，即个长辈吼，70岁以上的，后礼拜拢邀请你来参与。阮大家来为你来恭喜吼。第二项就是后礼拜要来分即个明年度的上半年度的康北的形事例。小会消息，咱即个明年度的团契会长，且竞争来成立。少年团契是5团长长老，妇团契是林章组长老，妇女团契是余立光。社青团契黄志辉，献歌队陈伟明，得胜者的团契陈素妍，敬拜团是张荣来掀开第5页，各项的聚会情形啦吼，咱这个因为随便这个教会人数无限制已经解除
总是嘛，但是咱即个防疫的即个措施吼，嘛是爱继续。所以咱即个团契吼活动吼，咱拢已经开放，总是吼双人团契，甲在家班即两项是目前才暂停活动。咱即个小组吼，就照目前的程序来进行。总是若是有需要伫教会才来办理的吼，嘛欢迎你来利用教会即个空间吼。咱即个聚会了后，尤其即个早起时有讲起即个主日学吼，慢慢来要开放。即个主日学要开放时，嘛是爱遵照咱即个防疫的规定啦。爱在即个喙暗搭即个喙暗，搁爱即个消毒消清消，这动作拢是爱做的。爱保持即因为即个教会内面有缘是爱保持即个2.25的迄公尺的即距离，咱请咱大家来遵守。教会消息的报告要落实防疫无接触的原则咱礼拜是奉献的天数莫安尼一个团望来望去，上好是即个书会即当工会提伫你面前，你才来奉献。教育部的消息报告因为即个成人班就是查经班，咱对后礼拜开始恢复要上课。今日嘛第一场的时阵嘛，会友搁咧问，当时咱这查经班要来开始咱就后礼拜9点到10点。伫即个7孔的教室来举行，现用正声班是礼拜3，伫即个7孔5的教室伫遐上课这上课的内容是教会论，这个咱有备办即个讲义，嘛有即个便当，咱将拥有大家来参加。咱教会全教会性的即个读圣经的速读。伫即个一年来读了即个几本的圣经即摆进度伫以赛亚书65章，请咱兄弟大家拢来参与。具体的消息是咱即个慕道友赵文英即个兄弟因为即个油脂洗油脂昏迷，所以伫厝诶咧跋倒当即摆已经颔骨遐受伤即个中枢神经已经瘫痪啦。目前伫即个交护病房，请咱来关心未来大倒啦即个手术的即个费用大约爱30万请咱大家然后需要的时阵，大家来关心嘛为来大倒来奉献啦其他的大倒事项，请咱大家看这是请牧师来宣布，咱要召开即个会员合会。好，这时伫要召开会员合会进前咱先来介绍伫咱中间第一遍。嘛无算第一遍，总是久无来。即个水金兄弟的小妹凤珠姊妹伫咱中间，咱请伊起来，互咱拍扑来欢迎伊伫咱中间。欢迎你，愿上帝祝福，甲你做伙伫地，甲咱做伙伫地我嘛要请咱桃园区也是即个三阴区会当来招呼上时来有愿上帝恩典就临到你。即时咱要来召开咱教会的会员合会，然后咱目前咱要照即个实际签名的人数来做成会的人数。所以即时我来读咱总在职的会员数是279人，扣除请假86人，应出席应该是193人，所以咱1/2以上的成会，1/2是97人，所以实际签名的人报道。以及投票的人有166人，所以咱即时有盛会，所以我要请咱大家拍扑来感谢上帝。即时请咱做伙来祈祷，求你怜悯阮，互阮
伫即2天所做下主心意。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等一下，我要请，因为即回咱只有要投票了后，一个计票，咱只有要选一遍。咱即回的方式是安尼，已经公告出来，只有要选一遍，超过1/2的票数，就是97票就当选，然后咱长老要3人出2名，然后执事要7人出6名，好假使若共票，咱就拢要算总当选。总是若这个欠额的话就无补，咱就无搁选一遍，欠额就无补。所以等一下，我要请咱的长级、咱的团队、咱的服侍同工，等一下就会抢票。头一个抢票，咱先对长老来抢票，然后我嘛要请咱的小会员、咱的长老来计票。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参与，做伙来关心。就亲像我拄仔所讲过，我要请咱大家做伙用祈祷的心来看即遍的选举。不过，我嘛要坦白大家讲，所有的选举拢有人所设想无够野的所在，所以咱求上帝成全这个过程。这时，我咧来请咱的小会员、咱的长老有一人来抢票，然后有人来计票，请开始。来，我伫遮搁说明，签名166，收回票数164，收回票数总共164。好，即时开始计票。好，来。1号1票，2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3号1票，1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2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3号1票，2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3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3号1票，2号1票，3号1票，1号1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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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票，1号1票，3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3号1票
1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3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3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1号1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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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票，2号1票，3号1票，1号1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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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3号1票，2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3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3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3号1票，2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3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3号1票，2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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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票
1号1票，2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3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3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3号1票，2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号1票，2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1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3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1号1票，3号1票，废票1张，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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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票，3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1号1票，长老开票完成。这是我来宣布咱唱票这个的结果，宣布164票64，但为民1号129，2号黄团俊97。所以头2名，咱1号甲2号当选，所以咱拍扑啊。
所以泡泡我是重担吼，甲责任，咱求上帝真正圣神甲因做伙伫咧。我要持续请咱嘛为着正义这事正义兄弟来祈祷，求上帝特别扶持，透过这个过程，互伊知上帝听伊以及甲咱做伙伫咧。即时咱要来进行即事的抢票甲开票。好吼，安尼咱来开始即事的抢票甲开票。1、2、3、4、5、7。票吗？好，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7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3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5号1票，7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6号1票，7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6号1票，1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1号1票，2号1票，4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
1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2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3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7号1票，2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2号1票，3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3号1票，4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3号1票，1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5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1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2号1票，3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5号1票，7号1票，3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
4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5号1票，6号1票，1号1票，2号1号，3号1票，1号1票，2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3号1票，7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6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2号1票，4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1号1票，3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3号1票，5号1票，3号1票，2号1票，3号1票，5号1票，7号1票，2号1票，6号1票，7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5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3号1票，5号1票，2号1票，3号1票，1号1票，7号1票，2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3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
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6号1票，7号1票，2号1票，5号1票，7号1票，3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6号1票，7号1票，5号1票，4号1票，5号1票，空白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3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1号1票，2号1票，4号1票，3号1票，4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4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2号1票，3号1票，7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2号1票，6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5号1票，7号1票。继续，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
4号一票，6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7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这句话没说啊，3有嘛哈？好，5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开始了哈，开始了哈。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5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7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2号一票。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开始。2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7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好，开始。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7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7号一票。好，开始。2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2号一票，7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
4号一票，结束。来，我直接来公布咱的唐教会2022年职事候选人的选票。1号吴文仁101票，2号苏怡玲116票，3号李正义118票，4号林富雄105票，5号陈秋信110票，6号黄玉石70票，7号张春燕93票。这是我来宣布，1号吴文仁，2号苏怡玲，3号李正义，4号林富雄，5号陈秋信，7号张春燕当选。咱拍扑克来感谢。就亲像我拄拄所讲，咱感谢即几位愿意真做承担唐教会的重责，帮咱扶持祝福，互咱的教会真正做上帝所祝福的所在。这是咱临时会会就到这刷落去，咱请。好，咱线者来上映392首，392首，阿罗上帝万福本源。请起立，金玉3首。阿拉上帝万福本源，地就万民有称赞，地定现在颂赞万物。阿拉百家相信上帝。请牧师祝祷。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甲阮做伙伫地，特别甲阮今仔所选出正中职做伙伫地，求上帝赐智慧甲气力，保护扶持，互阮真正通荣光上帝的家。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电乐灭倒。
请咱大家起立，行平安礼，甲咱互相讲，耶稣听你，愿你平安。平安。拄只平安。拄只选出来两位新的长老吼，咱念的要开小会，请你列席。